各位觀眾，我哋每個人每日都有好多事要做，有陣時眼前嘅事都顧唔上，又點顧得上歷史？假如今日你已經係一個豐衣足食嘅人，你有冇諗過係因為你本事呢，還是好運？你當然唔介意將來都無憂無慮呢。相反，如果你今日身陷困境，你會唔會諗你行錯咗邊一步，達到今日嘅地步？咩時候先可以衝出難關呢？每個人嘅一生多多少少都有自己嘅歷史性時刻嘅決定。香港人都經過97，你喺97之前決定過乜嘢？今日又係點樣影響住你呢？今日係將來嘅歷史，歷史係過去咗嘅今日。原來唔理我哋顧得上還是顧唔上，我哋都係歷史嘅必然部分。如果係咁，對歷史清楚啲了解多一些，對我哋作出自己嘅歷史性時刻嘅決定，當然係有所幫助啦。好可惜，古今中外嘅當權者，佢哋嘅御用文人，撰寫歷史、記載歷史嘅機關，甚至媒體嘅傳播，好多往往都係以佢哋自己嘅利益作為出發點，歪曲歷史。舉例說明，近嘅大事眾所周知，當然就係日本嘅歷史教科書又喺度篡改侵華嘅史實。遠嘅小事呢，請你哋睇下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嗰幅油畫，畫裏面描繪住企喺天安門城樓嘅人物。任何時候，任何畫中人，佢喺政治上被否認或者被打倒，畫中人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呢幅油畫都唔知改過咗幾多次，唔大唔小，唔遠唔近，似改非改。請你哋翻開香港教育司署喺50年代出版嘅歷史教科書同埋高考試題，比對一下今日嘅歷史教科書有咩唔同嘅寫法。唔怪得話歷史係俾人打扮嘅小姑娘。我哋呢個節目會同觀眾一齊睇下喺1900年到2000年呢個小姑娘俾人打扮成乜嘢款，佢嘅真實面貌又係點嘅呢？節目嘅內容呢，就會集中喺關鍵嘅歷史人物作為焦點，透過佢哋嘅事蹟睇下呢一個最接近我哋嘅百年歷史係點樣直接影響住我哋今日嘅政治氣候同埋經濟環境。1900年，一個美國嘅隨軍魔術師喺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之後，喺北京城南天橋底下表演咗一套活人變戲法。佢用唔同嘅國旗變出一個個唔同國家嘅威武士兵，然後呢，就用一支黑旗變出一個非常矮細嘅中國小丑，俾其他國家嘅士兵追住嚟打。對於中國人嚟講，八國聯軍嘅入侵令人悲憤莫名。而家喺美國國會嘅圖書館仲有一段影片，真實記錄咗100年前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大沽口炮台嘅情景。聯軍嘅勝利使到我哋中國人民嘅民族尊嚴蕩然無存。國家受侵略，作為統治者嘅慈禧絕對係難辭其咎嘅。當年佢一手扼殺咗戊戌變法，令到國家冇咗變革嘅機會。當年戊戌變法嘅失敗係由於光緒短短喺103日嘅變法期間就發咗180幾條變法詔令，其中最多嘅一日頒布咗11條法令。改革嘅步伐咁急促，變法嘅內容又影響到守舊派同慈禧嘅利益，所以好快就俾慈禧發動嘅戊戌政變廢除咗。由於部分列強都支持光緒，慈禧就十分憎外國人，軍隊嘅力量又唔夠，佢以為義和團真係刀槍不入，咁就利用佢哋扶清滅洋，最終使到一直垂涎中國財富嘅八國聯軍有藉口打入中國。國家俾人霸咗，作為一國之君嘅慈禧就被逼扮成龍虎走難西安。雖然要風餐露宿，但係大把隨從服侍佢噃。呢個時候佢最關心嘅就係點樣保住自己嘅江山，咁就要籠絡漢臣同埋民心啦，令到慈禧喺國家嘅政策上有咗某啲改變。
喺1901年，佢就由西安發出一道新政上諭，允許國家改革行新政。1902年嘅1月，以庚子賠款換嚟暫時嘅和平，慈禧第一次坐上當時最現代化嘅火車返回北京。法國大革命時嘅戰歌《馬賽曲》竟然成為歡迎慈禧嘅迎賓曲。呢個時候，慈禧究竟知唔知道法國人喺佢嘅皇宮搶咗幾多珍寶呢？返回北京嘅慈禧呢，就要實行變革啦。首先要做嘅就係由女人對腳開始。宋代以嚟，中國婦女已經開始紮腳，呢個令婦女痛苦不堪嘅封建行為一直延續咗幾百年。喺清末，一張外國明信片上面，洋人將中國婦女嘅紮腳同手做比較，腳比手仲細嘅現象令到佢哋好驚訝。呢種畸形嘅封建社會審美嘅標準呢，喺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就上書皇帝，呼籲全國禁止纏足。雖然呢個主張後嚟因為變法嘅失敗而夭折咗，但係為咗順應民心，慈禧呢個時候喺1901年呢就頒布第一道勸誡婦女纏足嘅詔語。咁慈禧呢就行出咗新政嘅第一步啦。除咗解放婦女對腳之外呢，清政府又頒布詔書，命令5個大臣去英美等13個國家考察，為國家立憲做準備。1905年，5位大臣準備喺北京嘅正陽門火車站出發去考察各國。對5位從未離開過中國嘅大臣嚟講，西方現代化嘅電力通訊、先進嘅交通工具、新鮮完善嘅娛樂設施，令佢哋覺得好新奇。而喺美國嘅端方就曾經因為唔識用賓館嘅旋轉門而困住自己，成為一時嘅笑話添。由於世界嘅步伐係不斷前進咁走，封建嘅科舉考試亦要被淘汰啦，所以喺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張之洞呢就建議廢除科舉。呢個主張好快就得到慈禧嘅批准。當年刊登喺《新報》嘅頭版廢除科舉嘅上諭，依然可以喺北京圖書館見到。慈禧嘅變革表面上令到清政府有一線生機，但係清政府嘅改革派、守舊派互相抗衡，中央權力薄弱，令到呢一場遲嚟嘅變革，直到慈禧死嗰日都冇實現到。光緒死後嘅第2日，慈禧亦命喪黃泉。喺佢嘅喪禮，唔係每個人都表現得好傷心噶噃，有官員仲好現代化，擺咗個相機喺度影相，似乎人民對慈禧死後嘅尊重，隨住佢一生嘅惡劣政績而變得麻木啦。歷史話俾我哋聽，愚昧嘅當權者，當佢哋嘅權位穩固嘅時候，淨係識得魚肉百姓；唯有喺佢哋嘅權力危危可及嘅時候，佢哋先會體會到人民嘅力量。慈禧太后走完難返到北京，佢除咗知道佢肚餓嘅時候窩窩頭都好好食之外，佢已經清楚了解到昏庸腐敗嘅滿朝文武已經保唔住自己嘅江山。呢個時候佢就想到順應民心，水能夠載舟亦能覆舟。老百姓唔係曾經要求過新政嘅咩？因此佢就諗住新政就係佢嘅救命繩。慈禧太后肯定係冇讀過《孫子兵法》，亦冇睇過鬼谷子嘅著作，因此佢唔知道任何決策都要掌握先機，先機一失，進退兩難。呢個時候起義嘅暗湧已經起起似伏，好快就會形成海嘯。慈禧太后遲嚟嘅變革又點擋得住革命嘅滔天巨浪呢？上帝要人滅亡，首先使其瘋狂。權力可以為善，亦都可以為惡。為善當然可以澤被蒼生啦，為惡呢就荼毒百姓。
而為惡者本身就好似吸毒一樣，越吸越深，以致不能自拔。袁世凱本來都係稱得上亂世嘅梟雄，因為佢深諳權術，洞悉時機，將慈禧太后同光緒皇帝玩弄喺股掌之間。佢又趁住辛亥革命嘅成功，義軍四起，清朝一直掃經，佢成功咁逼清帝退位，大權獨攬，作為佢向國民政府談判嘅條件。果然，孫中山先生為咗急於謀求南北嘅統一，就冇辦法唔將臨時大總統嘅職位讓咗俾袁世凱。本來國民黨人呢就想引袁世凱南下，離開佢北方兵力嘅範圍，於是就派教育部長蔡元培北上迎接袁世凱去南京就職總統。點知袁世凱好正，佢叫佢嘅部下曹錕詐帝叛變，就話要穩住大局，所以要留喺北京。於是佢就喺北京就職。袁世凱權傾一時，唔知唔覺之間，權力欲嘅毒素已經腐蝕緊佢嘅腦袋，好快就冇晒腦筋㗎喇。佢於是走火入魔，逆歷史嘅潮流，仲顛到要登基做皇帝添。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通電全國，正式宣布接受帝位。中國喺實現共和4年之後，又迎嚟咗一位新皇帝啦。袁世凱嘅權力咧係嚟自軍隊嘅。喺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佢受命由朝鮮翻去中國，接管天津小站嘅新軍。袁世凱呢就仿照德國軍隊嘅建制，編成新建陸軍，仲請咗德國軍官對軍隊呢進行軍事訓練噃。咁佢令到呢一支新軍呢成為中國第一支近代化嘅新式陸軍。戊戌政變之後及至八國聯軍入侵，清朝亦開始推行新政，其中軍隊建設就成為清政府一心要栽培嘅軍事力量。袁世凱成為練兵大臣，不過佢表面上呢係替政府編練北洋軍，實質上就為自己增強政治資本。手握重兵嘅袁世凱好快就成為慈禧倚重嘅大臣啦。喺清政府培訓軍力嘅同時呢，另一邊嘅革命黨人嘅勢力亦不斷擴張。喺同盟會成立之後，先後發動過多次嘅起義，可惜都以失敗告終。到咗1910年，孫中山舉行秘密會議，召集黃興、趙升等人商議喺廣州發動第10次嘅起義。喺起義嘅前一晚，黃興、林國民一班敢死隊員寫咗絕命書，其中林國民向懷有身孕嘅妻子寫咗封與妻書，內容係：汝腹中之物，吾宜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為之。咁樣48年之後，佢嘅仔就將呢封遺書送咗俾國家收藏。4月27日，呢一場被稱為黃花崗起義，戰鬥非常激烈。由於寡不敵眾，詩人一去不復回，同盟會唔少黨員戰死，其中只能夠執返72個烈士嘅遺體，葬咗喺廣州嘅黃花崗。而林國民呢，亦係其中嘅一個。喺黃花崗嘅失敗可以睇到，打敗革命黨人嘅新軍已經成為清政府嘅主要軍事力量。不過喺新軍崛起嘅同時，革命黨人已經秘密喺新軍裏邊發展自己嘅力量。到1911年，湖北新軍一共有15000幾人，其中革命黨人就佔咗2000幾個，另外2000幾個呢，後來亦都投向革命。1911年嘅6月，列強提出喺中國投資鐵路，增加自己嘅經濟同政治利益，建議清政府要將鐵路收歸國有。咁清政府同列強合作嘅時候呢，就導致四川保路運動嘅爆發。民眾嘅請願活動好快變成大規模嘅武裝衝突，清政府緊急調集湖北嘅新軍進入四川，
革命黨人睇準呢個時機就發動武昌起義，新軍裏邊嘅革命黨人即時裏應外合，但係因為消息走漏咗，革命黨人有70幾個被捕，咁唯有就提早行事，結果起義成功。清政府冇諗過自己苦心經營10年嘅新軍，竟然成為自己嘅敵人噃。武昌起義嘅成功迅速喺全國引起連鎖反應，短短幾個月嘅時間，全國就有10幾個省陸續宣布獨立。武昌起義令清政府陣腳大亂，唯有希望靠袁世凱出兵平亂呢？咁好嘅機會仲唔討價還價咩？佢暗示北洋軍要慢慢做，等等看。直到清政府授佢一切嘅軍政大權之後，袁世凱先一方面派兵向南方施壓，另一方面又派代表同武昌嘅革命政府秘密接觸。當時嘅革命軍承諾話，如果袁世凱贊成共和，逼清帝退位，大總統嘅位就非佢莫屬。1911年10月18日，革命軍同北洋軍連續激戰10日，袁世凱眼見清朝敗局已定，就出賣清政府，逼宣統皇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統皇帝嘅名義發布詔書，宣布退位。袁世凱就以呢一個作為條件，同國民政府交換臨時大總統嘅職位。不過做總統係唔係冇做皇帝咁威呢？袁世凱嘅秘密好快俾日本識穿咗。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嘅時候，日軍打敗駐守中國青島嘅德軍，喺德國總督府裏邊發現袁世凱想改制清帝嘅秘密文件，於是以21條要求威逼袁世凱，要佢將山東同東北送咗俾日本做殖民地，同埋將整個中國變成日本嘅保護國。如果袁世凱接受嘅話呢，咁日本就支持佢改制做皇帝。由於得唔到英美國家嘅援助，袁世凱最後都屈服，答應日本嘅大部分要求。而佢最後都如願以償，做咗皇帝啦。袁世凱稱帝嘅年號就叫做洪憲啦。有人將年號嘅洪字一拆為二，諷刺話一半係前清，一半係共和。佢唔係真命天子，自己早就有預兆啦。因為冇幾耐，除咗昆明嘅蔡鍔、唐繼堯、李烈逵組成嘅護國軍聲討袁世凱之外呢，馮國璋等5名北洋大將亦聯名要求袁世凱取消帝制，以安人心。國際又唔支持帝制，袁世凱嘅帝王夢就徹底破滅啦。講到二次革命嘅成功，就唔可以唔提蔡鍔呢個人。由於當時袁世凱解散咗國會，揾咗1993個人選出自己做皇帝，國民黨人十分震怒，就首先由黃興、陳其美發兵攻打袁世凱。可惜佢哋嘅兵力、物力、財力都遠遠唔及袁世凱，好快就俾佢嘅部下打敗咗。後來袁世凱仲派人將陳其美炸死咗添。呢個時候國民黨人都已經離開晒北京，剩翻蔡鍔，因為有兵權，俾袁世凱看得好緊，一時就走唔甩。袁世凱周圍嘅人以為天下隨手可得，都等住分權力嘅一杯羹，唯有蔡鍔眾人皆醉我獨醒。佢日日詐帝去飲花酒，同名妓小鳳仙夜夜笙歌。袁世凱以為佢真係沉迷酒色，對佢就疏於防範，終於俾佢伺機逃脫。蔡鍔即刻翻去雲南，聯同唐繼堯、李烈逵組成護國軍，聲討袁世凱。各地紛紛響應，導致二次革命成功，將袁世凱從83日嘅皇帝夢驚醒咗，變成噩夢。呢個噩夢仲將急路交加嘅袁世凱當時嚇死咗添。古來俠女出風塵，蔡鍔嘅紅顏知己小鳳仙，佢唔但止俠骨柔腸，佢對自己嘅服裝仲好有創意喎。當時時髦嘅婦女都紛紛仿效小鳳仙裝。呢個人亦頗有才華。蔡鍔死咗，小鳳仙寫咗一對挽聯：
相連。萬里藍天鵬翼，直上扶搖，劇連憂患餘生，萍水姻緣成一夢。下聯幾年北地胭脂，自相零落，淨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不亦春秋。